来啊，咱来阿罗上主，来拯救咱的保护者出欢喜的声。咱来用感谢的心来到伊的面前，咱来伊唱歌阿罗的诗歌，因为上主是大权能的上帝，是超越正神明的大君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咱欢喜三甲来敬拜上帝。这时，咱起立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现在，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正受阮的囝儿女来到你的圣殿，就是要来感谢甲学罗你，因为你是何等的伟大，世间有倒一个神会当甲你比拼呢？看见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是遐尼奥妙，不管是日月星辰，无啥物机械来操作。单就是照着你的列理甲指示，就运行伫即个宇宙中。你也设计，互阮徛起即个地球，也照着时间来转世。对安尼，阮就有了日时甲暗暝。相时，地球也照着时间，有时来偏南，有时来偏北。对安尼，阮有了春夏秋冬四季。你阁互米牛菜色。照着四季的变换，无共来成长，为着就是要来养饲阮正世间人。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毋但是爱学罗你，更较是爱深深来感谢你，因为阮世间人算啥物呢？你竟然来管顾阮。阿爸爸上帝，阮知，阮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毋过你却还阁因为你无限的慈悲甲疼痛，
一再予阮时间，不断地予阮机会，听候阮会得当活倒转来归向你，甚至你找见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顶流宝血，为着要成做阮的救赎。你不但无弃嫌阮，还阁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女，阮满心来感谢你。这拢是阿爸爸上帝你完全的听，甲你恩典的记号。阮会当用什么来报答你呢？亲爱的阿爸爸上帝，这时阮抱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想起着你捌讲，捌提醒阮，有些人会当上耶和华的圣山，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妄虚假的人。阿爸爸上帝啊，求你的圣神来监察阮，提醒阮所做所行的，是有啥物歹的品行行为也无，是有啥物失错的所在，也是阮有伫无意中伤害着阮的兄弟姊妹，亏欠着阮的兄弟姊妹，甚至亏欠着你的所在。求你搁一摆来赦免阮，求你的圣神也协助阮，会当改过自新，时时来教示阮，安怎来行你的旨意，决断不准迄个罪恶来管辖阮，互阮袂会离开亲爱阿爸爸你远远，搁较互阮会当来成做被上帝你所欢喜的人。对安尼，阮的即敬拜才会当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你的面前。爸上帝，阮感谢你，嘛使阮的囝儿女成做阮的产业，因也是属于你的。阮明白，因就是你所创造的珍宝，阮应当来将伊来交托予你。就亲像亚伯拉罕当时嘛会当甲以撒交伫你的手中共款，你就会有你美好的旨意来带领阮行阮的路，甲阮囝儿孙的路。伫阮的当中，求你予遐年轻的爸母因意爱，将儿女专心来交托主耶稣，带到因的囝儿女来认捌你，因为这才是真正有保障，会当予因的囝儿女一生有天父你的看顾。常时，阮的兄弟中间嘛，侪人因的囝儿女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有人无用着追求学业，也是事业有更较好的发展。伫咱座位中，做做父母的，无免时时会挂念着因。求阿爸爸上帝，你照着你早前疼惜阮共款来管顾、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囝儿女，祝福因拢会当伫平坦的路中，保守因永永远远拢有主的恩典伫因的内面。伫下一个主日，有15个兄弟姊妹要洗礼，嘛有4个兄弟姊妹要参加献信礼，有2位小儿洗礼。因要伫众人的面前宣告你就是因的救主，求你除去因有任何的阻碍，互因会当顺利来接受洗礼。你就是因的天父，阮甲因三甲欢喜，因为阮要成做同一家口的人。求你保守看顾因的一切，也祝福因全家人甲因的亲情朋友。若是有人还未归主的，求你互因有够也的智慧，也有好的见证，互因知影安怎来向因的厝内人传福音，将你的祝福带到因的厝体中间，互因所爱的厝内人拍开心门，将十字架救恩进入因的生命的内面。互因会当认捌你，阮感谢你，因为这个恩典就是你的应允。因为你捌讲过，就要相信主耶稣，恁甲恁的全家拢要得到救。求主，你就照着你的应允来成因的所愿。亲爱的主耶稣，阮伫酒步中间，阮嘛知影有30位的兄弟，因拄到辛苦病痛。因为因伫苦难中，阮伫遮，阮要同心来向你来哀求，阮的主，阮的上帝，求你紧紧来医治因，互因快快会当脱离遮的病痛甲苦难。
主耶稣，希望阮知伫阮的一生中，未免会拄着苦难、甲困境、甲试炼。求你看顾赐福阮，互阮会当经历你要赏赐阮的平安，就逐项的困难甲挑战，互阮会当赢过，并且伫中间，阮会当经历你的恩典。真正互阮知影，你的恩典实在有够阮来使用。感谢主，爸上帝，伫即个平安月中间，阮看见侪阮的同胞、亲朋好友，因的心中实在无够平安，因用因的真心甲热情，却拜了假的神。对安尼，阮看到阮家己的责任。阿爸爸上帝，求你赏赐阮有够个的智慧甲勇气，行出去去传福音。感谢主，你嘛引带有侪兄弟姊妹，因会当屈身、尽心尽力，伫个幸福小组的事工顶头有份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得救。求你祝福这个同工，因的心怀意念，也将得救的人建立伫阮的中间。伫今年中，带主任牧师伊辛苦着活，有开侪查经班，为着就是要建立阮兄弟姊妹的信仰根基。求主纪念牧师的服侍，也祝福既然参加遐个造就的兄弟姊妹，因的心神会当得到帮助，信仰得到造就，信心得到坚固。求你使用阮短2-3万工，因为阮知阮的一生中，早晚阮爱甲你相拄，爱甲你见面。愿望伫阮短的一生中间，会当成做你福音国度的精兵勇士，有份来参加圣工的服侍。我嘛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只是阮要同心用主力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字。这时，咱要来启应上帝的话，伫启应文22篇，也就是咱圣诗的后面第33面，圣诗的后面第33面，启应文22篇，就是诗篇的103篇。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面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冬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
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恁就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咱即时搁再一摆起立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57首，心目五主坚固。请坐。接续圣歌队要带咱三甲来敬拜上帝。吟的诗是永远快乐唱歌，咱请圣歌队。
感谢圣歌队用真好听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时我要来攻读圣经，咱三甲来攻读圣经。今仔日圣经有2位，头一位是旧约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5节，创世纪第22章第1节到第5节。伫现代中文日本24面，台语汉语版20面。过了寡时候，上帝考验亚伯拉罕，上帝呼叫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回答：我伫遮。上帝讲：你爱带着你的囝，就是你所疼痛的独生囝以撒，到摩利亚去。我要将你指示你的迄座山顶，甲伊当作烧化祭献互我。第2天一早，亚伯拉罕破好要献祭用的柴，放伫炉仔的顶面，带着以撒甲2个奴仆，同齐往上主指示因的所在去。第3天，亚伯拉罕就看见迄个所在，接煞伊对奴仆讲：恁甲炉仔留伫遮，我甲囡仔要去迄个所在敬拜，然后会阁转来到恁遮。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12章30节，马可福音12章30节，伫新约现代中文译本78面，台语汉语版第55面。恁爱以全部的心智、情感、理智甲力量听主恁的上帝。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领受过去行的人，今仔日的信息，咱真欢喜，咱本堂的四淑玲牧师伊要来分享信息。伊的题目是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敬拜，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敬拜。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所定着的圣乐主日，通过礼拜，互咱的敬拜加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得到上帝的欢喜。圣乐就是伫礼拜或者是敬拜上帝时所使用的音乐，包括歌声、乐器等等。伫敬拜上帝的过程中，除了逐项的音乐敬拜以外，看重咱内心的上帝，搁较是期待咱会当对内心回应出真实的敬拜，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恁疼阮，互阮会当伫主日的时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地，你进入阮的心内，通过你的话，通过礼拜，互阮的心得到对你来的教示，也得到对你来的稳定，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会当记牢你的话。求主你来带领阮，也祝福阮。以下的时间，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假使一个合唱团，伊得到世界比赛第1名，或者是伊常常拢会当得奖。咱知即个合唱团一定是真有水准，无论是因的歌声、因的动作，甲其他的条件，拢是非常的优秀，才有可能遮尔啊杰出。不过，我要请问，这合唱团员，因是毋是伫学乐敬拜上帝，互上帝欢喜呢？是无？毋是，因为大部分的合唱团团员，伊无的确毋是基督徒，总是因真努力唱出真水的歌声，为着就是爱伫比赛中会当得到冠军。因毋知影学乐敬拜上帝的意义，因为因唱歌的对象是裁判，是观众，毋是上帝。各位，
相款每一个主日，咱伫遮礼拜，咱伫礼拜中，咱也会做伙唱诗歌敬拜上帝。但是并无代表咱的敬拜会得到上帝欢喜，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抱着无同款的心态来做礼拜。所以咱要了解礼拜中敬拜对象是啥物人，礼拜中敬拜的重点佫是啥物？第一，要请问礼拜敬拜对象是啥物人？大家拢足够的，当然是上帝。所以咱毋是照着咱家己的习惯、咱的心情、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咱是要努力超找上帝欢喜，以及用圣经教示的方式来敬拜伊。伫敬拜中，上帝伊是观众，咱的敬拜是互上帝看，毋是互人看。敬拜上水上悬的境界，就是马可福音第9章第8节讲，因忽然四过看，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甲因伫遐尔尔。和合本的圣经讲，只见耶稣一人，只见耶稣一人。第二个敬拜重点，伫礼拜敬拜中，毋是咱伫敬拜过程中期待家己的情绪得到头放，诗歌唱甲真嗨真欢喜。反正咱伫敬拜中，咱所敬拜上帝，是毋是有得到应该有的荣光？咱的敬拜是毋是有互上帝所欢喜？就亲像伫礼拜中，诗班唱诗歌学落了后，赐会者大部分拢会讲，愿美妙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献互上帝，互主欢喜。所以敬拜了后，咱毋是问咱家己，我感觉好还是毋好？反正是要爱问上帝认为安怎？上帝有欢喜也无欢喜？各位，上帝逐礼拜是伫享受咱的敬拜，还是伊伫忍受咱的敬拜？也就是讲，咱的敬拜是毋是有互主所欢喜的敬拜？安尼，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敬拜？有可能咱遮侪人伫遮，咱每一个人的定义拢无共。不过拢无关系，因为重点毋是咱认为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敬拜，应该是上帝安怎定义啥物是伊所欢喜的敬拜。今仔日的圣经记载，当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的时，有讲到敬拜。创世纪22章第5节安尼写：亚伯拉罕对伊的奴仆讲：“恁甲驴仔踮伫遮听候，我甲囡仔去遐敬拜，就倒来恁遮。”各位，亚伯拉罕的这个敬拜，为什么会得到上帝欢喜？伊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大先，亚伯拉罕伊对上帝有完全的信心，甲正确的认识，而且这个信心是起造伫上帝话语顶悬，毋是起造伫人的经验。因为若是用人的经验，一个献做祭物的，伊只有死路一条。总是亚伯拉罕犹原献就以撒，这是信心，毋是经验，是起造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捌因为上帝讲过一句话，讲：“你要对以撒得到我所应允的子孙。”所以以撒袂当死，就算以撒死啊，上帝伊也要互以撒过活。亚伯拉罕完全相信上帝信息，将信心起造伫上帝话语顶悬，这就是信心。兄弟姊妹，假使你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过去
上帝拢毋捌安尼做过。现在伊当然嘛无可能安尼做，或者是假使上帝伊会当做，伊早就会当做啊，何必等到即马呢？等等即款的想法，咱用过去的经验来想上帝伊即马甲未来的作为，咱无相信上帝是无所不为的上帝，即种叫做将信心起造伫人的经验顶悬，安尼就永远无法度体验耶和华以勒，也看袂到上帝互咱新的稳定。耶和华以勒是啥物意思？啊？毋知？圣经其实有记载，就是耶和华一定为咱备办一切。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一定为咱备办一切。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带出一个顺服的行动。希伯来书11章17节有讲，因为信心，亚伯拉罕伫上帝考验伊的时，将囝以撒献上，当作祭物。亚伯拉罕的信心带出一个行动，就是献上独生囝以撒。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雅各书也讲，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毋但是心内默认，伊搁较使用献上以撒的行动来回应，因为信心会带出全然的交托、顺服的行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用行动来见证。咱看，当亚伯拉罕甲迄个两个萝卜讲：“恁甲驴仔踮伫遮听候，我甲囡仔去遐敬拜，就倒来恁遮。”那照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讲：敬拜上帝了后，我要将细囝以撒带倒转来，大家才做伙来转。希伯来书11章18节、19节也讲，上帝捌对伊讲：“你要对以撒得到我所应允的子孙。”伊认为上帝会当互以撒对死过活。其实咱也会当讲，亚伯拉罕确实捌将以撒对死带倒转来。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所以顺服上帝决定。因为顺服的行动，伊体验了耶和华以勒，伊看见上帝为伊备办的稳定，就是取代以撒的羊仔。各位兄弟姊妹，咱甲亚伯拉罕同款，拢是受造的人，所以咱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咱也会领受甲亚伯拉罕相款的稳定。爱顺服，顺服上帝的方法，顺服上帝的手法。兄弟姊妹，真侪时阵，咱拢真愿意为上帝做一款代志，但是毋是照上帝的意思，反正拢是照咱家己的意思。咱常常祈祷，嘴讲主啊，愿你的旨意得成。但是咱的内心、潜意识内面，却对咱家己讲：“主啊，照我的意思来成就。”咱无听探上帝的话，也无遵照上帝的意思，所以无法度领受到耶和华以勒的祝福。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互伊耶和华以勒的稳定，主要的原因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因为你听探我的话，因为你听探我的话。”是啊，亚伯拉罕伊用自由意志，伊选择顺服上帝的吩咐。虽然伊非常毋甘伊的独生囝以撒，但是犹原用顺服的行动，献上以撒诚做祭物，来表达伊是全心全意对上帝敬拜，来得到上帝欢喜。
主耶稣搁较教示咱，伫马可福音12章30节，伊讲：你着爱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这是符合本圣经。主耶稣家己也回应，也必呐喊得到上帝欢喜的敬拜。就亲像咱主日礼拜，或者是每一届咱聚会敬拜时，毋若用圣诗、福音诗歌、灵歌、拍扑仔、野手跳舞、祈祷，或者是各种的乐器来表现。主耶稣提醒咱，搁较重要的是要学习用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敬拜咱的主上帝，互咱伫敬拜中甲主相拄，领受恩典。因为真心、真性、真意、真力的敬拜，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第一，真心敬拜，也是专心敬拜。诗篇103篇第2节有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咱的心，伫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管理、控制人的灵魂体一个中心。所以，咱人照着心来接触上帝，咱也照着心来决定咱的行为。所以，伫圣经中讲到心，拢是在指咱的意志、咱的决定。就亲像今仔日早起，咱来到教会做礼拜，只是咱的心是毋是还阁在受着家己的事业、咱的学业、咱生活中大大小小所有的代志等等，互一切世间的忧愁、赶路、烦恼，拢充满伫咱的心内。所以，咱人虽然坐伫礼拜堂，坐咧做礼拜，总是咱的心无伫即个所在。各位，即款的敬拜，结果是咱在应付上帝，却无法度对上帝遐来领受恩典满足。所以，当咱用世间的头脑来受教会，用世间的眼光来看教会，即种态度的敬拜，并毋是会互上帝欢喜的敬拜。假使咱来做礼拜，咱是用一种欣赏，或者是批评的态度来批判信息来做礼拜，当然搁较无容易有感动，对上帝的敬拜学乐也无感觉。结果伫礼拜中，咱无领受到对上帝来的祝福甲恩典，反正咱是白白浪费咱的时间，也搁较无法度得到上帝欢喜。第二，真心敬拜，也是专情敬拜。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到第4节讲：各以色列人啊，我一向听恁，我犹原要用信息不变的听恁。我要搁建立恁，恁要搁提起恁龙鼓，甲快乐的人做阵跳舞出去。真心。伫现代中文译本就是专情，情就是指咱人的感情，咱人的喜怒哀乐，拢是对即个情来产生。咱的上帝，伊是一位充满感情的上帝，伊爱咱用感情来回应伊的疼。上帝无意爱人的虚假，伊也无意爱人压抑情感，伊爱人忠实来表达内心的感受。咱想看觅，每一届做翁婿，若是对心底对太太讲“我爱你”的事，伊应该是笑眯眯，而且真自然拍开双手，互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当大会中咧欢迎贵宾的时，在场所有的人，当贵宾徛起来，大家拢会甲伊拍扑仔、鼓掌。当球队伫最后1秒钟
反败为胜的时，现场在支持的观众会安那欢喜到跳起来，甚至大声在欢喜、在欢呼等等。这个拢是咱人感情真自然的一个表现。相反，当咱经验上帝奇妙的恩典的时，或者是敬拜中有感受上帝同在的时，有当时咱嘛会举手，有当时嘛会拍扑啊，也会唱歌来敬拜学乐咱的上帝。这个拢是真自然的表现，也是上帝所欢喜的。第三，真意敬拜，也是专一敬拜。伊是指咱人的理性。理性是啥物？咱看咱教会四周围，咱看咱的教会，当咱看到咱的礼拜堂遮尔啊庄严，遮尔啊神圣，咱就会想，咱的礼拜堂吼一定有特别，有人特别去设计出来的。这就是理性，互上帝所欢喜的敬拜，毋那只是感情的经验甲表达，搁较应该是人对上帝爱有正确、细致，搁较深刻的认捌。安尼敬拜才会有深度。就亲像先知以赛亚，伊在敬拜时，以赛亚伊看见主上帝坐伫悬悬的宝座顶悬，规个圣殿拢充满着上帝的荣光。只是伊体会到上帝的性格甲公义，也看见家己的误会甲拉惨，所以伊讲：我惨啊，我有灾祸啊，因为我嘴讲的每一句话拢无清气，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同款无清气。何况我阁亲目看见君王上主万军的耶和华。所以有的兄弟姊妹在敬拜时，伊认捌着上帝的慈爱，互主的听来摸着伊的心，来感动到流目屎。而且是讲有人在认罪悔改时，因为信心的感动，看见家己得罪上帝、得罪人，就家己责备家己，所以来流目屎，甚至是大声吼。这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除了这以外，咱对上帝要永远不断追求，搁较侪的认捌，才会当有新的体会，才会当不断唱出新的歌，用上帝欢喜的方式来敬拜、学乐伊，来高举荣光咱的主上帝。第四，尽力敬拜。也是全力敬拜。诗篇150篇第3节到第6节讲：爱分扫角学乐伊，爱大琴大瑟学乐伊，爱拍鼓跳舞学乐伊，爱奏乐吹箫学乐伊，爱用响亮的喇叭学乐伊，爱用音悬的喇叭学乐伊。一切有生命的受造物，拢要学乐上主。要学乐上主，尽力的力，就是用身体去行、去做、去表达出来。敬拜学乐上帝的方式，圣经中教示咱用各种的方式，也双手拍扑啊，大声欢呼、拍牌来敬拜、来敬拜。圣经也教示咱要用各种的乐器。所以讲，分扫角，伫现代就是手钟、钢琴、管风琴、小提琴、大提琴，真侪项，拢会当做伙来敬拜学乐上帝。所以尽力敬拜上帝，就是不管别人的眼光，咱是全神贯注、专心注目伫上帝。亲像圣经撒母耳下卷第6章14节有记载。当大卫王伊要迎旨上主的约柜转到耶路撒冷城的时，伊无顾虑别人的眼光安怎甲伊看，伊就伫上帝面耶和华上帝面前
尽力跳舞，荣光上帝，用自由活泼的肢体语言以及各种的乐器来敬拜上帝，互一切焦点拢集中伫咱的主上帝一个人，互上帝来欢喜。感谢上帝，当我伫4年外前，甲黄牧师结婚，互我无需要经历做爸母6岁6六的辛苦，却互我有机会享受疼孙孝顺的欢喜。顶个月7月24到27，咱的教会有举办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互我的大汉孙还未满7岁，拄仔要读国校，伊叫做阿琪。因为参加即个营会，有机会来阮兜住5暗。有一天，阮甲伊食暗顿的时，阿琪就甲我讲：“阿嬷，你煮的晚餐好好吃哦，谢谢你哦，来我家当我的阿嬷。”我爸爸有告诉我，我原本的阿嬷在很早以前，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就因为生病死掉了。阿琪哥讲，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跟阿公阿嬷住一起，我都没有。阿嬷，你赶快跟阿公搬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这几天拢直直甲阮讲遮个话。当营会结束了后，迄暗阮就载孙仔转去淡水，甲囝的全家做伙食饭。阿琪就甲伊的妈妈讲：“妈妈，我们很多同学都有阿公阿嬷一起住，我都没有。我好想让阿公阿嬷来我们家住哦。”阮的新妇就回答伊：“家里又没有多的房间，阿公阿嬷要怎么住？”结果阮孙回答：“我们可以去 IKEA， 把里面的一个房间买回来放就可以了。”各位，一个还未满7岁的囡仔，伊拢会当感受到我真有限的我对伊的迄个疼，所以伊欢喜我，也爱我，佮用真心的心来讲遮个话。各位兄弟姊妹，如果咱也是真心真力疼咱的主上帝，安尼我相信全能全知的上帝一定比阮孙阿琪佮较会当感受到咱的疼。上帝接纳咱，就会进一步欢喜接纳咱的敬拜。同款，全能佮疼咱的上帝，伊佮较是真心真意真力来疼咱每一个人。咱是毋是会当亲像迄个还未满7岁的囡仔同款？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疼，对内心来学乐感谢敬拜上帝，而且愿意用顺服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话。兄弟姊妹，伫圣乐主日中，咱唱诗歌，而且用侪无同的乐器，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搁较互咱会当做伙思考，得到上帝欢喜的敬拜，是要用全然的信心、顺服的态度，搁要用真心、真性、真意、真力的行动来敬拜咱的主，互咱伫敬拜中将焦点注目伫上帝，将荣光归互上帝，互家己伫礼拜中降服伫主，互主掌权做王，互咱伫生活中来经验耶和华伊力的恩典，愿荣光归互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疼阮的主上帝，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知阮是遮尔袂堪得到你的疼。主，总是你意爱阮，欢喜阮，你要将你所有的疼拢藏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主，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的心真正是会当转到亲像囡仔同款。当阮领受到你的疼，甲你的同在时，阮会愿意对心底来回应你，来学乐你，来感谢你，来敬拜你。主，恳求你的信心来帮助带领阮，
互阮每一个人通过伫敬拜中，甲你相拄，领受对你来的教示，对你来的恩典，阮会当带入阮的生活中，互主你来使用，诚做上帝要使用的器具，也诚做祝福人的器具。主，阮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每一届来到你的面前，阮拢会当献上互你所欢喜的敬拜，互主你得到荣光。主，安尼，搁一届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452首，上帝的听通哪会遐尼大？咱三角起立来吟。
请坐。伫未奉献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头一摆来访问的来宾。若是恁伫外面爱望小组未填来宾卡，请恁会当伫恁座位进前有来宾的留名卡、留资料，阮来甲恁欢迎。恁填写的时阵，直接到收奉献的职事就会使。即时咱三甲来奉献。咱三甲来感谢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本来就是卑微小可的人，是你永远的慈爱来吸引阮，是你用恩典做阮年岁免流。感谢你，互阮家亲拢有教业，也互阮的心神丰富，来得到帮助。阮知阮的一切拢是你的恩典甲赏赐，只是阮奉献淡薄，毋望诚做圣工的路用，愿你来感纳。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面。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的圣乐主日，咱常常来吟诗歌，表达咱生命的价值甲信仰的告别。伫第3场的中间，咱感谢圣歌队甲二位手青团来带咱来敬拜上帝。咱求上帝纪念因的服侍，也祝福因。咱蔡主任牧师今仔日去双连安养中心来主持圣礼典。第2点，新生命的餐会，就是伫下主日8月26日中昼12点，要伫9楼的联谊厅有爱宴、诗歌甲见证祝福。欢迎即摆要受洗的兄弟姊妹请恁来邀请恁的亲戚朋友会得人参加即个餐会。为着要备餐的方便，请恁一定会记得来咱赵干事赵文慧来报名。第3点，咱小会的消息，咱小会要聘请一个财务甲经营管理分析的主任，伊会当对会计甲财务管理拢有经验，特别若佫会当有伫咧会计师的事务所做计是佫较好。咱若有意向，也是有朋友会当介绍，互咱教会科主任会当甲咱教会9楼办公室来直接。第4点有特别的事项，若有认同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全国性的公投的提案联署的兄弟，请恁把握时间来联署。这个联署书伫10楼外口的走廊，也是9楼办公室1楼的柜台拢有请恁会当联署，才交互办公室，也是交互1楼的守卫拢会使。伫咧第6页有关咱的主题有申请奖学金，咱的伫10楼的公布栏嘛有公布，请恁会当来看。若佫袂得通了解的时阵，恁会当请问咱李素芬干事来了解佫较详细。伫咧第8面有一寡团契消息，咱会得通家己看。15面遐嘛侪咱装备的课程，望咱兄弟会得通来致意参加，对咱的信仰、信心拢有真侪的帮助。尤其伫第9面有一寡代祷的事项，甲洗礼的名单有21位，甲咱身体欠满的兄弟有30位，咱望当地代祷中会当来纪念，求上帝赶紧来帮咱甲医治。接续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咱请四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洪子碧兄弟，伊是做碧霞姊妹的囝，昨咱遮做伙来关心妈妈的告别礼拜，即马子碧伊来到咱的中间，望大家坐坐来关心，互伊会当加做咱属灵家庭的一份子。第2位要来欢迎的是谭宏威弟兄，坐伫迄个所在，咱真欢迎伊。咱边仔人会当行起来甲伊握手无？咱会当甲伊握手欢迎伊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第3位是黄松启兄弟，在上面，在11楼伫11楼。咱欢迎伊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伊是咱陈如杰姊妹的朋友咱真欢迎。好，请坐。佫有人未填写着新朋友的名单无？好，无，咱即时咱做伙来等下，咱的新朋友，咱有爱王的同工会带咱到伫贵宾室来接待。咱即时做伙来做牧友的代祷。
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主，阮特别要将洪子碧兄弟、谭宏伟兄弟，阁黄松琪兄弟交伫你的手。阮恳求你来祝福因头前的路有你的气力甲因支持。主啊，阮嘛要为着阮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摆咧伫你的面前。主，当阮逐摆聚集的时，主，阮拢要对你遐领受对你的教示，也要对你遐领受上帝你要互阮的恩典。主，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因为属灵来成长，互主你来使用。主，互阮的教会诚做伫上帝国度中祝福人的一个教会。主，阮恳求你是阮祝福，阮特别伫后礼拜，阮有侪兄弟姊妹要受洗，阁有信仰告别。主，阮恳求你来保守因的心思意念，主，互因伫这过程中会当体会到上帝你是看顾因、保守因，阁是引带因的上帝。主，互因的信心会当坚固，有主你的气力甲因支持。主，阮嘛要为着有的兄弟姊妹有身躯白疼的，也是心灵有软弱的，主，阮拢恳求你来帮助阮。主，伫软弱的中间，阮会当体会到你的气力。主，伫白疼的中间，我嘛会当经验到上帝你医治充满伫阮的内面。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带领阮。主，阮嘛要为着阮在座的兄弟姊妹，若是有心软者的，若是有身躯有白疼的，也求你来医治。主，通过阮对你遐领受着健康的灵魂体，互阮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主，互阮对你遐所领受的一切，诚做阮生命中祝福别人的一切。主啊，阮恳求你，阮要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交伫主的手。主，恳求你的信心继续做工。主，互阮每一摆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前的时，拢会当献就你所欢喜的一切。主，阮将一切搁一摆交伫主的手。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三个吟上吟，咱三个起立来吟上吟507首。吟诗说要请四牧师来祝祷。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咱真心、真信、真意、真力来听主咱的上帝，也用全然的信心、顺服的态度，伫每一届的敬拜中，咱要甲主相拄，要对主遐领受教示、领受恩典，转到咱的生活中，诚做主要使用的器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相通。甲咱众人相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声温，共受祈恳。